继续进一步来关心南方澳啊跨港大桥放落来，这几天咱看到画面拢是为监视器电眼看到更少登去迄当时的画面。咱台视新闻独家镜头对着工程人员的脚步，为远的所在甲镜头扣互我，看到桥放落来，这个关键也就是更少登去。到工程人员讲到更少4颗位啊，敢若拢有生鲜的分野。假使若是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落落去这个更少每一支拢差不多拢已经就去啊。工程人员去犹豫，讲要检查更少有问题，敢若无遮尔简单。来看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。南方澳跨港大桥放弃，这几天看到的拢是为真远的监视器看到歪亚数登去画面。台视独家带工程人员去到现场，为真歪所在看到造成桥放弃的关键歪亚数。工程人员讲，歪亚数看起来拢有生鲜的分野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歪亚数拢已经生鲜甲真严重啊。不过工程人员佮进一步质疑讲，要检查歪亚数有出问题无，敢若无讲真简单。他说他那个固定点、锚定点是在箱型梁内部。所以说，你箱型梁内部无法去检查的时候，万一要是发生锈蚀的时候，根本也无从发现，无从发现就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跟预防。记者进一步问伫现场勘验的结果技术，南方澳跨港大桥的歪亚数到底是安怎检查的？当然比较辛苦，就是要爬到拱圈里面进去看里面矛头的状况。其实桥的边仔有一个坑，会当互检修人员爬入去内底做检查。歪亚数的检修，敢真是有这样困难？把个土木技术把真正的问题点出来。有发现这种咖啡色的这种锈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大概就已经研判里面应该是有锈蚀的状况。专家讲，若是为外口看到会当发现有生鲜的分野，安尼就代表内底有可能嘛已经生鲜啊。这个时阵就应该好好做检修。不过专家嘛讲，不管检修的过程有偌困难，重点是相关的单位爱做好定期的检测，唔通放放，才会当互意外袂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